膝頭酸軟又冇力，有冇留意到喺伸腳或者屈腳嘅時候，聽到膝頭摩擦嘅聲音呢？可能係膝關節退化，亦都可能係髖膝關節嘅軸心失咗平衡有關，亦都可能只係腳踭拗柴嘅舊患未好。膝痛喺中醫係痹症嘅骨痹範疇，外因有勞損、外傷、行得多、企得多、膝頭用得太多，亦都可能年紀大，其本在肝腎虧虛、氣血不足，其標在風寒濕熱、外邪侵襲，導致氣滯血瘀、經絡不通。最怕痛起上嚟就住，再造成勞損。要管理膝關節痛，可以用藥油配合磁力按摩頭按摩膝關節同埋膝頭附近嘅穴位，好似血海穴喺膝頭骨內側上2寸嘅肌肉突位，梁丘穴膝頭哥外側上2寸嘅肌肉凹位。除咗膝頭，最重要踝關節都要護理，揾出壓痛點，改善血液循環，好大幫助㗎。